我哋同心祈禱，用口中嘅言語，眾位弟兄姊妹心內意念，都蒙上主悅納。祈禱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各位請坐。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大家有冇諗過，你嘅心胸有幾大幾廣闊，你嘅上帝嘅心胸都一樣嘅呢？大家有冇諗過喺眾多大家所認識世界嘅宗教裏邊呢，有幾個宗教呢，大家都成日聽到嘅，但係幾個宗教裏邊呢，都係同佢哋嘅種族呢係連上關係。大家熟悉嘅叫咗聖經，你知道噶啦，猶太教啦，同我哋鄰近好近嘅印度教啦，大家經常譽我地方為你哋嘅鄉下嘅神道教啦，咁樣都係同猶太人、印度人、日本人有關嘅。我好少聽到話我哋香港人呢係信神道教，又好少聽到話香港人呢我哋信印度教，又或者係信猶太教，可能會有，我唔認識啦。但係你話伊斯蘭教啊、基督教啊、佛教啊咁樣呢，就好普遍嘅。你同我都係基督徒啦，而我哋好多時候都將基督教譽為係西方嘅宗教。其實基督教原來嘅開始都係東方，唔係西方。其實點解咁多宗教當中要同有啲種族係連上關係呢？其實主要一個原因就係同個文化有關。猶太教好、印度教又好、日本人嘅神道教都好啦，你要發覺一樣嘢呢，就係呢啲宗教呢係要求人、其他人、佢自己種族嘅人以外嘅人呢，要適切佢哋自己種族嘅文化嘅。而其他啲呢，譬如基督教啊、伊斯蘭教啊咁樣，佢哋係進入人哋嘅文化，去適切當地人嘅文化嘅。嗱，舉個例啊，大家見咁公討書就見到噶啦。全世界嘅公討書咧，係得香港即係中國人嘅公討書咧係特別啲嘅，就個喪禮裏邊咧有入殮禮嘅。其他宗教、其他聖公會嘅教省裏邊咧係冇入殮禮呢樣嘢嘅，係聖公會嚟到中國嘅土地上邊個喪禮裏邊咧有入殮禮嘅，就安息禮之前嘅。因為喺中國文化裏邊咧，喪禮最重要咧唔係出殯，唔係最重要入土為安嘅，其實最重要咧係入殮嘅。叫大殮啊嘛，大你就知道啦，係隆重嘅。守夜之後咧係家人嘅時候，守夜係家人嘅，唔係我哋香港人咧即係喪禮之前嗰日咧就去咁樣嘅守夜。其實中國人嘅守夜咧係如果夜晚咧屋企人嘅啫，日頭都可以街坊都嚟下咁樣。夜晚係香港人係守夜，係陪住嗰個離世嘅家人咧，係同佢一齊。到朝早咧入殮，即係蓋棺啦，最後見到面啦，最後一次見面啦，所以咧係好珍惜嗰段時間。所以中國人咧個文化裏邊咧入殮咧係最重要。所以基督教嚟到中國都好啦，嚟到香港都好啦，都將入殮禮咧中國人嘅文化係擺喺我哋嘅禮儀裏邊。佢哋原本冇嘅。嗱，呢個就係適切嗰個文化。係當地嘅文化，佢哋有咁嘅需要，佢哋係咁樣。但係調翻轉唔係嘅喎，如果你猶太教好、印度教好、神道教好，你要適切佢嘅文化嘅喎，要放低我哋自己嘅。呢個就係其實喺我哋今日嘅舊約經課裏邊咧，都有個好例子去睇到一樣嘢，就係上帝點樣藉著先知以賽亞同以色列人講，呢班以色列人咧係準備起行，係翻去自己嘅故土巴勒斯坦嘅地方，翻去耶路撒冷。
上帝係要去睇到，要呢班嘅經歷過40年流徙喺巴比倫，即係今日伊朗、伊拉克地方嗰帶嘅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唔係一個單一民族，淨係猶太人或者叫以色列人嘅上帝，而係普天下人嘅上帝。所以大家留意下今日嘅經課裏邊第一節56章第一節，以賽亞書56章第一節嗰度有句説話，佢話：你們當守公平，行公義，因我的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係顯現。嗱，呢度有一句説話就救恩嘅臨近，同佢哋講，佢哋要翻去，要準備下，先知同佢講，上帝準備帶領大家好似出埃及一樣，即係佢哋祖先出埃及喺曠野經歷過40年嘅啦嘛，而進入應許地。對於猶太人嚟講，呢個救恩就係佢哋從一個係奴役嘅一個嘅身份，成為一個自由人嘅身份，從佢哋唔能夠擁有任何嘅嘢嘅身份，能夠擁有係應許地嘅身份，表達佢哋嘅自由。所以呢個救恩呢，喺我哋基督教嚟講呢，我哋諗嘅天國，我哋上天堂呢啲咁樣，對猶太人嚟講呢，好實在嘅，翻去應許地。所以呢個救恩嘅臨近，但係上帝要佢哋知道，你哋呢幾廿年喺呢一度喺巴比倫呢個地方喺度流徙，喺度做奴隸，而救恩嚟，你要翻去以前嘅故土，你哋係需要一啲嘅學習，一個鍛鍊，要懂得點樣叫做守公平行公義，真正實踐出嚟嘅呢個公平公義後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推動力嘅。我喺五堂崇拜都幾個月之前㗎啦，我諗都有半年㗎啦，起碼都。我講一個字叫做 Hesed。Hesed 呢個咧係好重要，係好難翻譯嘅，喺英文又好，中文又好，所以都 Hesed 呢個好似一種我哋佢哋信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嘅質地，好似我哋問我中國人係咩咧咁樣？法家有法家講法，道家有道家講法，儒家有儒家講法，中環家有中環家嘅講法。但係講到人，我哋中國人好容易講到係仁愛仁慈，嗱呢個都係 Hesed 裏邊都有呢樣嘢嘅。所以有時英文去翻譯咧，好多都得嘅 ，loving kindness 又得 ，thanksgiving 都得 ，mercy 又係 ，love 又係，等等呢啲喺新約聖經裏邊咧，我哋通常用愛呢個字，信望愛愛呢個字咧係統合晒。但係後邊愛係咩咧咁樣？就係呢個 Hesed， 佢哋好強調公平公義，因為佢曾經係奴隸嚟噶嘛，受過不公平嘅對待咁，所以佢哋喺個文化裏邊咧，佢好重視公平公義嘅。個主人點對我？即使係上帝係我主人，我係上帝嘅僕人，咁我哋上帝點對我啊？點對上帝咧咁樣？所以呢個係一個鍛鍊，同你講要守公平、守行公義，好強調行公義。所以呢一個咧，即係講 Hesed 就係公平公義背後一份嘅所謂質地，就好似我哋即係嗱，我好中意咧皮革嘅嘢嘅，即係買支筆刀啦，都有個皮套嘅，大家諗下啦，如果你我啲皮套，我啲皮革係人造皮同真皮，你就感覺到好唔一樣啦。我記得中學嘅時候，應該讀小學嘅時候，即係自己儲錢買對鞋，我仲記得係日本製造人造皮嚟嘅喎。我第一次知道人造皮咧係嗰陣時買嘅時候，個老闆同我講：啲人造皮嚟嘅，好柔軟嘅，真皮就硬身啲嘅咁樣，咁着上去啦，即係好舒服嘅，好柔軟啊嘛，但係人造皮係唔襟嘅，真皮咧就係你對鞋底着爛啊，你鞋面仲好光鮮嘅，可以當你打理得好好。我哋覺得真皮好矜貴、好長久、好襟用、好有價值嘅，就咁樣啦。Hesed 就係呢樣嘢，唔係人造嘅，係入邊出嚟嘅，有嗰種嘅仁慈、感恩、憐憫等等，就好似彌迦先知所講嘅，講到何謂善，
何謂上帝嘅善？就係行公義、好憐憫一齊用嘅，然後與上帝同行。嗱，呢個就係要佢哋行公義，要佢哋係守住呢個公義，守住呢個公平。咁嘅話咧，上帝嘅公義就會顯現啦咁樣。佢做得到呢樣嘢，所以喺我哋基督教我哋講個信仰嘅見證就係俾人睇到嘅。呢樣嘢好重要嘅。呢個就係佢哋上帝俾佢知道，藉住以賽亞嘅口同佢哋講：你經歷咗40年啦，你準備翻去自己嘅鄉下啦，翻自己嘅故土啦。你點做一個人？而呢個人呢，當你守住公平、行公義之所以可能嘅話呢，就係一定要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唔應該帶着種族啊、膚色啊、社會背景啊、教育背景等等啲前設。冇錯，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文化上嘅差異嘅，我哋每個人都係㗎，有自己做事呢個方法，唔會一樣㗎。我哋樣貌都唔會一樣啦，相似就會，但一定唔會一樣㗎。呢啲嘅差異其實唔重要，重要在咩呢？個人面上邊，你哋嘅笑容，你對人嗰份接納嘅態度，當你向人伸手或者拱手傳遞平安嘅時候，嗰份嘅禮貌，呢啲呢係大家都可以共有嘅，都係表達咗一種彼此平等對待㗎。即係人同佢打招呼，你同人識翻個嗨，好正常啦。就好似一陣傳平安禮嘅時候，人哋向你拱手又好，握手好，同你傳平安，我諗大家你唔會唔睬佢係咪咧？除非你同佢深仇大，即係有咩深仇大恨嘅啫。如果唔係，你都唔會啊。呢份能夠彼此相待，就係 Hesed 裏邊好重要嘅一個表達，種一人入裏邊一種上帝俾人一種質地一種 quality 就係份仁愛、仁慈、憐憫、感恩。我哋基督教用愛作為一個統稱，所以上帝要佢哋明白，呢一班係同上帝立約嘅子民，係上帝特別揀選佢哋，而上帝特別揀選佢哋，唔係代表咗上帝係特別對佢哋偏愛。相反嘅，佢哋被上帝揀選，其實唔係佢哋有咩特權，而係佢有份使命，就係佢要成為別國人民嘅祝福。佢哋要將祝福，上帝嘅祝福係帶俾佢哋。同我哋講基督徒一樣，上帝揀選我哋做基督徒，唔係我哋上帝俾咩特權我哋，而係我哋要為別國嘅人民，為別人呢，係送上上帝俾佢哋嘅祝福。喺創世記第12章1至2節，上帝去呼召亞伯拉罕嘅時候，都咁同佢講嘅：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係去我要所指示你要去嘅地方。跟住你話：我必使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你跟住同亞伯拉罕講：你要使別人係得福。呢個就係上帝特別揀選以色列人，唔係俾咩特權佢，而係同佢講：上帝關心你，因為上帝俾份使命俾你，就好似學校裏邊老師會揀，特別班主任咧會揀一啲同學係做班長。我小學嘅時候做行長嘅，我行即係都有個叫阿頭嘅，有班長有行長。個老師係俾份責任佢，唔係俾個特權佢。佢做班長係為整個班係謀所謂幸福啦，係幫老師好好睇住啲同學。所以呢個就係，所以上帝要提醒佢哋，就咁講啦。第6至第8節都話：那些與上主聯合侍奉佢、愛佢名、作他僕人的外邦人。
特別留意呢個字外邦人，佢哋都係上帝嘅僕人，以色列人都係㗎，都係上帝嘅僕人。凡謹守安息日，不與干犯又持守我啲約嘅人，呢啲咧就係你哋，即係外邦人同以色列人一樣，都係上帝所揀選嘅。佢哋點樣呢？上帝話：我必領他們到我嘅聖山，使佢哋在我的禱告殿中嘅喜樂。佢哋嘅燔祭同埋佢哋嘅祭物，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唔係禱告的殿，係萬民禱告的殿。上帝揀選嘅唔係單單指以色列人，可能係埃及人，可能係巴比倫人，可能係希臘人、羅馬人，中國人。上帝同樣揀選，唔係淨係單單係揀選以色列人。所以佢哋點樣呢？將上帝係帶到唔認識上帝地方嘅人，讓佢哋認識上帝。呢個係上帝俾佢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使命。而上帝喺第8節亦都藉着以賽亞書先知同佢哋講：我還要召集更多的人歸併到這些被召集的人當中。呢個就係上帝同佢哋要講嘅說話。上帝召集嘅唔係單單只係以色列人，以色列以外嘅人，上帝都一樣係召集。流晒咗，即係佢哋亡國流晒咗好多好多唔同地方嘅以色列人。上帝同樣嘅唔係單單只係俾巴比倫嗰班以色列人，有好多流晒到係埃及嘅，甚至今日土耳其嘅。同樣嘅，上帝都係召集佢哋翻去。呢個就係上帝要同佢講嘅說話。你哋要翻去啦，回歸啦，重建你嘅家園啦。而上帝呢個係上帝對佢哋顯示一份嘅慈愛，上帝一份 hesed， 同樣都希望佢哋能夠擁有，要佢哋能夠平等去看待係別人，唔好因為膚色、因為係種族、因為社會一教育嘅背景等等，因為佢哋都係上帝嘅子民。所以見到上帝嘅胸襟係好大嘅。好可惜嘅就係呢群回歸故土嘅以色列人，後來翻返去啦。猶太人呢個字就係佢哋喺地上第一次出現啦。公元前大概4、5世紀開始，猶太人猶太教咧就係呢個時候出現啦。佢哋翻返去自己故土，佢建立一個宗教比較係系統啲嘅，我哋今日叫猶太教。猶太人呢個字就嗰陣時開始用噶啦。以色列人我哋認識，但係猶太人就好似中國人，我中國人有時我哋講唐人、漢人一樣嘅啫嘛，即係有另外一個字俾我哋嘅。但係同我哋講呢一樣，而佢哋好強調猶太人、猶太教。你見到咧，當佢用呢個字嘅時候咧，已經將個宗教變成咗一個咧係好狹隘主義裏邊嘅宗教，將上帝係據為己有。呢個好可惜嘅。佢哋唔係將上帝嗰份嘅 hesed、嗰份嘅仁慈、嗰份嘅愛係伸延，而係據為己有。佢哋用敵視眼光係對待啲非猶太人，稱我啲非猶太人叫做外邦人，非我族類，其心即係必異嘅而係將佢哋同別人係分割出嚟。好可惜。上帝呼籲佢哋唔係做呢樣嘢嘅，但係最後佢哋係將上帝係據為己有。你要接納你想同我哋一樣咩？你就變成我一樣啦，要就好似日本你要入籍日本，你要改姓嘅你姓林嘅可能好啲，因為日本人有個姓都係姓林嘅。我都識一個日本嘅牧師佢個姓同我一樣，都係姓林。但係好多唔係，呢個就係啦。你要變成我，你先至能夠係融入喺我哋當中。呢種係排斥主義嚟嘅。呢個咧係喺上帝眼，即係因為佢哋覺得我係上帝特別揀選嘅，
所以因為咁樣咧，好強調呢樣，上帝特別揀選我噶嘛，所以佢哋就排斥其他係上帝冇揀選嘅人。即使到咗後來大希律為佢哋興建聖殿但係留意下聖殿裏邊咧有個地方叫外邦人院嘅，佢哋都接納外邦人嚟到佢當中嘅。不過呢個地方係佢嘅，去到聖殿嗰個範圍咧，佢哋唔入得去嘅。你就見到啦，喺佢哋文化裏邊，上帝有一份仁愛，一份 hesed， 只係可以喺佢哋當中嘅啫，而唔能夠係成為佢哋自己，別人係冇嘅。直到今日，同樣喺巴勒斯坦嘅土地上邊，你留意到一樣嘢㗎，望下加沙就知啦，只可以以色列人喺度嘅啫。到今日仍係咁，或者呢個今日經文裏邊咧，都可能係警惕我哋。我哋作為上帝嘅子民，我哋都可能係將一啲所謂我哋基督徒，我哋係非基督徒。好多時候我哋總要用呢個字，非基督徒。其實當我哋用呢個字嘅時候，我哋都將我哋同佢哋係分別出嚟，甚至我哋嘅宗派都係。我係聖公會嘅，我係浸信會嘅，我係天主教嘅。我記得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有人問我你信咩宗教咁樣？咁我咪同佢講 I'm Christian 啦，Christianity 啦。佢再問多次，即係咩宗教啊咁樣？咁我咪話基督教咯。即係咩嘢宗教啊咁樣？跟住我問你，俾個例子我啦。原來佢問我，究竟你係聖公會嘅教友啊、浸信會教友啊、循道衛理會教友啦？佢係咁樣分喎。原來當你寫 religion 嘅時候咧，你唔可以寫 Christianity 喎，你寫你宗派個名喎。原來我申請喺美國申請 visa 去讀書嘅時候，都係咁寫嘅喎。religion 我寫 Christianity 咧，佢查咗佢問清楚你係邊個宗派。呢個就係啦。我哋做基督教嘅，我哋啲宗派林立嘅，其實我哋留意到我哋嘅胸襟都唔係達到上帝嘅標準嘅，直至到我哋放低自己宗派我個名。所以我去到美國嘅時候，我同佢哋講 I'm Christian before I am an Anglican。我係先做基督徒先，然之後我先至係聖公嘅教友。呢個好重要嘅。係上帝睇到上帝，上帝唔係個胸襟咁狹隘嘅上帝嘅，上帝胸襟好廣闊嘅，係我哋嘅胸襟。所以我正話問大家，你嘅胸襟幾大？你嘅上帝胸襟亦都係咁大嘅啫。阿門。